台湾话刮痧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口刷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刮痧，一种传统民俗医疗方式，用钱币或小圆饼状的东西蘸水或油刮擦患者的胸部、背部和颈部，使皮肤红紫，局部充血，以减轻中暑现象和疼痛。其原理就是利用按摩人体的胸腺而增加血液循环及产生免疫力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